鹹味、酸味、甜味3種煙霧一擺滿足，也就給客家名菜鹹酸甜嘅味道。而做出好食嘅鹹酸甜 ，A.K.A. 竹溪黃梨炒糯米，先一條嘅黑臉好黃梨。老黃梨等一包嘅，唔但炒出的原方肉質，還做得增加酸甜味絲。發現一行菜嘅木刻師傅真係喺得得表揚我怒啊！讓我演出一批有一啲地方，冇上一行客家經典料理嘅誕生，其實老台灣演出名也有關係。講到一個黃梨，其實佢客家人來到台灣過後，才開始習慣食嚟東東，甚至世紀中葉。台灣中部嘅原住民朋友，佢漸漸開始種黃梨。外面陸續曬到台灣嘅漢人，也透過物產買賣，品嘗到黃梨嘅好味絲。生意瓷盤，清香妙色，味色甘醇，清芬鮮艷，太好食咯！按咱嘅水果，當然會用以上拿來煮菜。其實，強迫原住民當中就曉得用黃梨搭配食物。食煮嘅內部也係一條普老嘅傳統食材，老爺兩種東西煮共下，咁也係原住民朋友嘅發明咯。做得見天嘅係，啲300年前嘅台灣，已經有7國多元啲漢人嘅吃落都食到按照黃梨煮起嘅料理，有啲複雜意味，一條就係經典客家料理鹹酸甜嘅原型。看來一行菜嘅好味絲早就已經上過嚟。黃梨老中藥，把味啲豐益無沙多項嘅產量徹底攀升，還夠成為大殺惡怒嘅料理組合。就連台灣同事也本意滿分。But 煮起黃梨炒糯米，就得變做一項經典客家菜。當可能老，這期有關係。1960年代，台灣經濟起飛，客家莊嘅中原普渡老年民節，規模也停得一條年味長下，就係愛吃豬嘅來味爆鄉親；沒味好，就係愛吃當太雜嘅生豬，佢條當太嘅豬頭煮起，也都係搶眼下嘅食材，當然愛做下總統爺，做下做成好料理。那一方面，啲國際外銷當道嘅台灣，愛買黃梨當簡單。故說啲潘作開始流行嘅時代，做下師傅愛留歷史當久嘅黃梨煮起，拿來改版升級，甚至好嘅糯米，未得面包嘅度，創造出 Pro Max 版嘅酒造泰菜。近半年，大家普遍認為西文西炒係台灣客家菜嘅代表，結合各種食材，兼具無疆風味嘅煮起黃梨炒糯米，就係其中之一。回顧歷史，鹹酸甜嘅誕生，其實係用台灣嘅物產特性做基礎，原住民朋友種嘅黃梨，可能一定係會有天數。喺台灣，各方人群彼此交融，所做出一種多元嘅土地面貌，一條老家同結湯，一體現啲人嘅範疇項，每各種食材方面，也做得形成多彩多姿，才有和諧共融嘅美妙組合。喺啲台灣嘅客家料理世界當中，聽說還有當地美食，做得大量人哋看到族群文化交融嘅歷史評價。未來皮下下一成年，還會有那條驚人嘅發現咯！可讚，哈哈，好掂，你再來了。